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陳小姐啊。今日嚟到 Wetland Season Bay 咧，想拍啲露營單位俾大家，係2房半嚟嘅。好多謝業主誠意邀請我幫佢拍攝。嗱，大家都睇到咧，小區內部咧以綠化為主嘅，咁私隱度咧亦都好高噶。整個屋苑咧大部分咧都係鳥語花香，舒適程度指數非常之高，都有8分。兩旁咧都有設施嘅，都係燒烤場。好啦，講到嚟呢度，咁而家咧帶大家去睇睇實際嘅情況啦。我哋入到大堂啦，非常之華麗，非常之寬敞噶。咁我想重點講一樣嘢啦。咁我哋上到單位上邊咧，經過一條走廊嘅，而走廊側邊咧大部分都有窗先風口嚟嘅。咁好多都好焗促，但係呢一度 Wetland 咧完全非常之舒適嘅。咁我到咗單位裏邊啦，咁呢個單位屬於一個開放式廚房連接呢個盒飯廳嘅，咁視野咧非常之開闊㗎，亦都咁廚房咧嘅電器咧配套亦都齊全嘅，咁大家都睇到有櫥櫃啦、抽油煙機、雪櫃、電磁爐。單位實用面積440尺，亦都係2房半戶型單位。轉個身右手邊，浴室位。有鏡櫃啦，沖涼個位置做咗個乾濕分離。其中一間客房啦，非常方正，景觀亦都非常之好嘅，亦都係望返自己嘅內園景。方正嘅客廳連接呢個露台，推開呢個落地玻璃，亦都係望返自己嘅內園景，仙氣綠意。露台咧亦都可以曬衫啦，咁景觀咧亦都好舒服嘅。呢間房咧屬於咧儲物室嚟嘅，咁業主咧個用途咧就係做咗書房，同埋擺咗一個矮小嘅櫃，景觀都係一樣啦，都係內園景。到主人房介紹啦，比起頭先咧嗰2間房咧大好多，大床啦、衣櫃同埋按摩椅，仲有空間走動添。景觀同樣啦，都係望返內園景。講到嚟呢度啦，想了解更多細節，隨時等候你哋信息，我很樂意為你哋解答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